开始有没有很有画面？还是你们睡着了？不好意思呢，让你们罚站了。我也是站着啊，有没有公平？然后其实5年下来，其实最多一开始弟弟妹妹的人数也没那么多，就是我能赚的钱很少，海边孩子的收入也没多少。就一开始那个5位被骗的，很感谢你决定让我有信心继续骗下去。就这样子，当然有一阵子办的很多海边的孩子，除了台北以外开始有巡回，然后为了要让大家知道我的理想，也顺便催票，于是又开始办了很多演讲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听了我的演讲的话来看这场表，有吗？没有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奇怪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也就是用演讲的方式去告诉大家的理想，就是为什么要办海边的孩子？一开始是我觉得部落有很多文化的东西，都是老人家会，可是年轻人不会。然后政府很积极的要保存原住民的文化，所以他们很保护我们的阿公阿嬷，可是他们没有保护我们。他就是一直等阿公阿嬷越来都死掉了，然后那些东西收集起来都采集好了，就放到博物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觉得有点看不下去。然后真的政府要做一些活动，或者是长辈有要做活动啊。可能我们的长辈也太习惯补助了，补助我们才要做啊，没有补助没有钱呢，就好像没有补助我就不是原住民呢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所以我决定说没有钱最简单，我去唱歌赚钱，于是就开始有这样的商业行为。一开始自己想得很理想，真的想得很理想，办一场演唱会这样，然后一定很多人会支持我，然后让他们认识我的部落，还有我们部落美好的文化。我决定办演唱会，办在都兰，然后那么远，谁会来？有5个，你们不要卖400块。然后那时候准备都还以为会爆满100多人吧，还买了4箱啤酒。那5个人加我6个，加 PA 大哥7个，我们喝4箱，没有很难忘的回忆啦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有5个朋友怎么来的，可能也是跟你们一样莫名其妙吧，也没有听演讲就来了，可是我觉得好像理想实行方法不太一样。所以，于是带着这样的故事，我来到台北。我决定在台北开始唱，然后就慢慢的有一些朋友来加入，也有一些基金会来帮忙。可是我都给他们讲说，我们可以，不要补助我们，但是请你用投资的眼光来看，我们是绩优股，我们会做得很好。开始有钱了，部落活动也很顺利的去进行，就是带着这些弟弟妹妹去学一些传统的技能，学校不会教的事情，部落也很久没有在教自己的下一代的事情，就用这笔经费当做他们弟弟妹妹们的教育基金，就是传统技能的教育基金，顶多就是吃的，然后好一点可以住帐篷跟睡袋。当然消费很快，所以开始也决定要买一些器材，就买了很多桌椅啊、翻刀啊、渔网啊诸如此类的工具，投资越来越大，然后也因为投资越来越大，所以商业行为就要越做越大，就开始懂得去找一些伙伴们来帮忙。不过像这次海边的孩子设计有没有很漂亮？厉害哦，时尚插画呢。可是我觉得他把我画得太胖了，我在减肥，不要这样。然后传统技能学会啊，这些弟弟妹妹，我决定教他们练习表演。我不知道我能唱到什么时候，我就开始就是因为那边都是运动员，你看到这3个都是运动员，唱歌不是他们的专业，这样慢慢的让他们也习惯表演这件事情，经营我们自己的文化。
看有没有可能。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能力，他们是海选出来的。果真是越做越大，第1年就觉得应该要带他们出去看看，所以除了带他们来台北表演之外，决定带他们出国。很厉害哦！我哪有钱带部落的孩子出国？真的就被我赚到那个钱，我就带第一批孩子们，就每年就选2个带去加拿大。然后第1年哦，加拿大部落没有人去过加拿大，在哪里？坐火车吗？还有那个阿公阿嬷，因为都是隔代教养比较多，阿公阿嬷很怕的，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名，加拿在哪里呢？所以他很怕我把他孩子带到比台北还要远的地方。所以那时候其实花很多时间沟通，结果孩子也很顺利的跟我一起出国。第2年带2个去法国，第3年带2个去香港，这个都有跟我出过国。有一个没有出国，很可怜，孩子你要加油。好，介绍一下那个没有出国的叫安爱，给他鼓励一下。然后跟我去香港的马少，然后跟我去法国的金丽，加拿大的还没有来呢。慢慢就这样子，哇，变国际事业了，很夸张哦，演唱会可以搞成这样，我也觉得很夸张。下次我们再夸张一点哦。下次啦，就谢谢你的尖叫支持我，只有你的尖叫而已。啊，我们就带来一首我们那时候就去年去香港表演的一首很好玩的曲子，我们自己改编的，来自香港的偶像郭富城，对你爱不完。